我今天的声音感冒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们要大声的呼喊，大声的赞美。阿爸妹，阿妹，耶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拍手来赞美。再拍手。
真实时的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。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自己祷告，为等一下我们每个人能够安静心在主的面前来做礼拜来祷告。全心摆上，安静我们每个心，来
现在无论在学业、事业、人生或是感情上，我们有过不去的坎，我们有彷徨无助，但我们要相信他坐在宝座上，他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也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。我们何等的不配，能够站在这里，一起开口来敬拜赞美。哦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那生命有盼望，在这世上最爱我们的。无论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遭遇到了什么困苦患难，我们能要确确实实相信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活水并充满着我们每个人，他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心，他必更新